各位觀眾朋友，歡迎返嚟今日 C Channel。Save Lily 事件嘅最新發展，就係呢對魔鬼父母嘅 DNA 證實係 Danny 嘅親生父母。佢哋幫個仔去入境處拎出世紙嗰陣，個老豆喺面對鏡頭嘅時候講咗一句：唔驚我哋係拐帶啦。呢對父母嚟緊會接受社工一連串嘅評估，個老豆竟然仲好有信心，話可以順利接個仔返屋企。成件事由最初嘅 Save Lily 變成 Save Danny。雖然而家證實係親生，但我想講呢兩條友都完全冇資格為人父母咯。正因為係親生嘅，先至係呢個無辜 BB 嘅噩夢開始。如果係拐帶嘅，起碼執法部門可以一刀切將細路救走，送去安全嘅地方。但偏偏因為血緣關係，呢個完全冇反抗能力嘅初生黑仔，就注定要俾呢對瘋狂父母用瘋狂嘅價值觀去傷害佢。生仔去醫院係常識啦，但佢哋偏偏要玩喺屋企生，結果個大女喺芬蘭出世得1個月就夭折咗。到陀二女嗰陣，佢哋完全無視大女夭折嘅教訓，亦完全唔理個 B 嘅安危，再次喺屋企自己嚟生咗二女 Lily。生完之後，佢哋唔去幫個女辦理出生登記，連出世紙都唔要啊！當芬蘭警方同社福人員上門突擊檢查，覺得個細路安全有問題嘅時候，呢對父母第一時間帶埋個女着草啊，潛逃去瑞典。仲搞到個女2歲人仔患有極度嚴重嘅濕疹，牙齒嚴重受損。瑞典當局為咗 Lily 嘅安危，即刻救出 Lily， 直接將佢安排去寄養家庭。佢兩個死性不改啊！而家搞到第3個仔 Danny 又係咁，仲話要生第4個喎，係咪仲嫌自己唔夠傷天害理呢？當入境處終於搞掂晒所有手續，幫個細路成功出到張紙嘅時候，呢位真生一出門口對住班記者講咗句咩啊？佢話唔驚我哋係拐帶啦。大家聽下呢句語氣入面帶住幾多輕佻，幾多挑釁，同埋幾多不可一世嘅傲慢。喺佢心目中，佢完全唔覺得自己將個仔變成一個幾月嘅幽靈人口係一種罪惡嚟嘅。佢反而覺得自己喺呢場同政府嘅博弈入面贏咗一仗啊！佢將公眾、傳媒同埋執法部門對一個初生嬰兒安危嘅關切簡單化，扭曲成為你哋懷疑我拐帶。佢哋由始至終都將個仔當做自己對抗體制嘅工具，當做自己去同大眾辯論嘅盾牌。只要個仔一驗出係親生，佢哋就可以大條道理咁話：我係老豆，你哋理得我點樣對佢啊？但正如我頭先所講啊，親生呢2個字根本唔係你哋為所欲為嘅免死金牌。呢對父母將會接受社工一連串嘅多專業小組評估啊！呢個評估係咩意思啊？就係由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資深社工同埋醫療專家組成嘅團隊，去全方位考量呢對父母到底仲適唔適合帶個細路返屋企。而個老豆竟然仲好有信心咁對傳媒講話，我有信心可以接返屋企。我真係唔知佢邊度嚟嘅自信啦！你哋過去10年生3個死1個，失蹤1個，你哋憑咩同社工講你有信心啊？喺呢兩公婆嘅世界觀入邊，錯嘅永遠係個世界。佢哋為咗要彰顯自己嘅高級價值觀，為咗要向呢個世界證明自己係清醒嘅少數人，佢哋不惜用自己仔女嘅肉體同生命去交學費。大女夭折嘅時候，男方用自己學過嘅所謂護理知識去幫個女急救。佢哋拒絕相信專業嘅醫療體系，麻木咁樣相信自己。二女 Lily 爛牙，全身嚴重濕疹。正常父母見到個女病成咁，第一時間都會帶佢去睇醫生先啦。但係佢哋點做啊？佢哋叫一個喺香港食綜援嘅70歲老母，每個月寄1000幾蚊中藥去瑞典，自己幫個女醫啊！呢啲根本係心智失常啦。我哋再去睇細節，從呢對男女嘅日常行為舉止，
更加可以睇到一種近乎邪教式嘅極度偏執。有目擊者同傳媒影到啊，個老婆關小姐去入境處同警署嗰陣，疑似連 bra 都冇帶，成個人不修邊幅，神神怪怪咁。呢種所謂嘅極度自然主義，表面上好似崇尚自然、返璞歸真，但係投射到生兒育女方面，就變成咗一種不可理喻嘅反智行為。佢哋崇尚極度自然，所以懷孕唔做產檢，生仔唔去醫院，生完唔帶個仔去健康院，有得個初生 BB 赤條條咁暴露喺毫無醫療保障嘅風險之中。大家心知肚明啦，正正係呢種愚蠢到極點嘅極端自然主義，喺芬蘭親手搞死咗第一個 B， 又差啲搞到第二個 B 喺貨車度病死。依家第三個 B Danny 出世，佢哋依然想用呢套毫無科學根據嘅神棍思想去養。講真啦，第三個真係唔應該俾佢哋兩個照顧咯，佢哋根本就係拎小朋友條命教飛，當個小朋友大命啦。但如果將 Danny 交翻俾呢對父母大個公屋單位，呢個細路嘅未來會變成點啊？佢將會生活喺一個充滿陰謀論、完全同主流世界隔絕嘅病態家庭入面。呢對父母會唔會俾佢去健康院打預防針啊？到佢到咗適齡入學嘅年紀，呢對男女會唔會俾佢去讀正規嘅小學啊？ Danny 將會失去童年，失去同外界接觸嘅機會，失去一個正常小朋友應該有嘅社交同埋成長環境啊！親生又點啊？係咪代表佢就會自然得到呢對父母嘅愛啊？喺好多虐兒案入邊，落手最狠嘅往往就係親生父母。對於曾先生同關小姐呢種人嚟講，仔女唔係單獨嘅生命個體啊，仔女只係佢哋自戀人格嘅延伸，係用嚟證明自己特立獨行、眾人皆醉我獨醒嘅道具啫。Danny 喺佢哋眼入面，可能只係一件滿足自己嘅虛妄，用嚟做 show 嘅工具啊！如果生仔要考牌，呢兩個一早就應該被終身吊銷牌照啦。無論去寄養家庭又好，保良局又好，都好過留喺呢對父母身邊啊！喺佢哋身邊多一日，命仔就會多一份危險啊！所以我哋絕對唔能夠俾佢喺入境處門口嗰句唔驚我哋係拐帶啦嘅言論所迷惑咯。拐帶與否，從來唔係呢件事嘅重點。成個社會依家關心嘅係 Danny 到底可唔可以健康成長，喺遠在瑞典嘅 Lily 可唔可以脫離呢對父母嘅魔掌啊？ Danny 嘅出世紙雖然辦好咗，但係呢張紙唔應該成為送佢返地獄嘅通行證，而係應該成為社會保護佢嘅 license。呢對魔鬼父母，你哋所謂 Save Lily 嘅偽裝已經被完全撕碎咗噶啦，你哋嘅歪理已經冇人再信。請你哋收起你哋嘅瘋狂，接受法律嘅制裁，同埋全香港市民最憤怒嘅鄙視啊！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 CLS 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支持。